7月2日就是罢免投票日，台北市有5位国民党立委面临罢免的危机哦。今仔日除了招市长蒋万安和赵少康到市场去拜票，真侪拿赢的头人出面徛台。韩国如是强调，若准这个大罢免成功，安尼台湾民主就会一场空。另外，赵少康是服约中国国台办，针对大罢免是敢来讲话，国民党因会家己处理。不出来投就是纵容民进党，就是支持罢免，不想当杂质，不想当其余人口，就让我们成为台湾民主主流的捍卫者。向支持者发声，离转台24个哪位罢免投票日较无一个月，28国民党头人替党内立委赖书宝徛台，除了主席朱立伦、前总统马英九、立法院长韩国瑜等人拢轮流上阵。大罢免若成功啊，台湾民主啊一场空。蓝的如果大家不团结，掉了几席，将来就一党独大了。面临罢免投票，台北市5个哪位强化落阵，除了台北市长蒋万安透早回访本命区中山北上山区，为王凤仪连上2个市场。李安秀共款找见到拿发起人赵少康，呼吁7月2日爱出来投票。现在民进党发动大罢免，这完全没有道理，民主国家也没有这样子的事情，反罢免就要站出来。我也真的在这个劝告国台办了哈，对台湾现在搞大罢免哈，你少讲话了，国民党自己会处理，不需要你北京，不需要你国台办来插嘴。今日去立赢徛空，赵少康可肯卖对大罢免加讲话，无列入头一届投票日的根据中选会进程公告，有7案进入补件甲查对天数，包括新德县2选区国民党立委林书明罢免案，爱补件1938分，领衔人2被上交3396分连署书，强调达成论175%。恶意扭曲我们联署书，甚至要扬言要控告罢团的这个林思明。完全不能够退散我们守护新竹县的决心。林书明不能是讲补件天数爱老实合法，质疑连署书的真实性，也呼吁新德县选举委员会坚守中立，袂使老错成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